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主內平安。好感恩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神嘅話語。都想問下在座或者副堂有冇邊一位第一次返嚟嘅新朋友呢？如果有嘅，都請你舉一舉手。又或者喺網上面第一次參與我哋崇拜嘅新朋友，我哋都用掌聲嚟到歡迎你下。咁喺正道之先，讓我哋一齊同心嘅祈禱啊！親愛嘅天父上帝，我哋滿心感恩讚美你，求聖靈今日打開我哋嘅心，讓我哋聽得清楚明白主你嘅教導，亦都求主你能夠改變我哋嘅生命，讓我哋能夠可以謙卑嚟到服侍主你，一生跟隨你，愛你。感謝主你垂聽我哋嘅禱告，祈禱交託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禱告，阿門。各位弟兄姊妹，我都想問下大家一個問題。我哋而家生活喺一個科技發達嘅時代，係嘛？咁呢，科技越嚟越發達，但係我哋嘅孤單感可能越嚟越重。大家同唔同意啊？同意啊！嗬。最近南韓政府咧為咗應對人口高齡嘅問題，佢哋大規模咁樣同一班嘅長者老人家派發咗一個智能公仔。呢個智能公仔咧內置有 AI 嘅叫做孝道娃娃喎。哇！呢個智能公仔咧好犀利嘅，佢可以24小時好開心咁樣同長者嚟到傾偈喎。仲有咧呢個公仔按時可以叫長者食藥啦，時間到啦，瞓覺啦。大家話有咁樣嘅公仔好唔好啊？我聽到有啲人話好，有啲話唔好嚇。呢個公仔咧原來可以偵測到長者如果佢有異常嘅，突然之間心跳加速，又或者佢血壓下降，佢可以即刻嚟到報告俾屋企人或者醫護人員聽，等佢哋可以即刻嚟到。但係呢個 AI 嘅人形公仔係咪真係可以令到我哋開心？佢係咪可以讓我哋真正感受到關懷同埋愛呢？其實我哋點解要做呢啲嘅公仔呢？大家有冇諗過呢？係咪究竟我哋喺現實嘅生活裏邊，我哋好缺乏愛，好缺乏關懷，所以我哋先至要做呢啲嘅公仔呢？我相信元朗堂嘅弟兄姊妹都好有愛心，係嘛？大家返嚟嘅時候都好感受到呢份嘅愛喎。但係可能有時我哋返到嚟教會都遇到有啲弟兄姊妹，可能佢冇咁冇咁愛啦，冇咁充滿愛啦，又或者咧佢哋有時咧相處嘅期間好多嘅埋怨，係嘛？好多時候我哋喺相處嘅裏邊，我哋都會受到傷害，有時咧都會令到我哋唔想再返教會啦，我哋唔想再同人相處。但係聖經傳道書話俾我哋知，兩個人總好比一個人好，他們勞碌同得美好嘅報償。原來聖經話俾我哋知，我哋喺屬靈嘅生命裏邊，我哋係好需要有同伴，我哋好需要有弟兄姊妹同我哋一齊行呢一條嘅路，一齊嚟到去成長。神佢話會賜福俾我哋，因為一齊勞碌係會帶嚟美好嘅果效。今日我好想同大家證道嘅經文係腓立比書2章19至到30節，主題係靈裏同行。靈裏同行嘅意思就係我哋一齊喺呢個天國嘅路上面，旅途嘅上面，弟兄姊妹係可以大家一齊同心同行，我哋互相嘅鼓勵，互相嘅扶持。唔知大家識唔識得保羅呢？保羅就係呢一卷書嘅作者，佢寫腓立比書，佢當時正係喺羅馬嗰度坐緊監，失去咗自由。佢雖然咧喺跟隨主嘅路上面遇到有啲嘅試煉，但係呢啲嘅試煉並冇打倒佢。佢唔單止係冇覺得孤單啊，佢見到上帝為佢預備咗有2位好好嘅同工。呢2位好好嘅同工就係提摩太同埋以巴弗提。呢2位嘅助手嚟到保羅嘅身邊，嚟到去幫助佢，嚟到去扶持佢。
所以保羅雖然喺困鎖嘅裏邊，佢仍然內心係充滿住喜樂。神係會賜福俾我哋嘅，不過我哋喺跟隨主嘅路上面，有時我哋都會跌倒，亦都會軟弱。咁究竟神要喺當中要我哋有咩學習嘅功課呢？佢要我哋用咩嘅態度嚟到去跟從佢？同埋我哋同弟兄姊妹，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做？點樣一齊嚟到去互相嘅扶持，嚟到去走過呢啲艱難嘅歲月呢？而家都讓我哋一齊嚟到去睇下經文，腓立比書2章19至30節，我哋睇下當中我哋有啲咩嘅學習。讓我哋一齊讀出啦。我靠主耶穌，希望很快能差提摩太去見你們，好讓我知道你們的事，而心裏得着安慰。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真正關懷你們的事。其他的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的事。但你們知道提摩太是經得起考驗的。他與我為了福音一同服侍，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怎樣了結，我希望立刻差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不久也會去。然而我想必須差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裡去。他是我的弟兄、同工和戰友，是你們差遣來供應我需要的。他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犯過，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他真的生病了，幾乎要死。然而神憐憫他，不但憐憫他，也憐憫我，免得我憂上加憂。所以我更要盡快送他回去，好讓你們再見到他而喜樂，我也可以減少憂愁。故此你們要在主裏歡歡喜喜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因他為基督的工作不顧生命，幾乎至死，為要補足你們與我不夠的地方。好，經文讀畢。腓立比書呢係使徒保羅喺羅馬監獄嗰陣時所寫嘅一卷嘅書信。佢當時係冇咗自由，嚴格嚟講，佢呢係喺一個嘅地方，淨係喺度被軟禁。根據《使徒行傳》16章嘅記載，腓立比教會係保羅公元50至到51年左右第二次嘅宣教旅程嗰度，同埋提摩太一齊喺希臘嘅腓立比嗰度建立嘅一間教會。而呢一間教會就係整個歐洲第一間嘅基督教教會。保羅差派提摩太去嘅目的，就係因為當時佢要喺羅馬嗰度坐監啊。而腓立比教會咧就差派咗有位嘅同工，佢叫做以巴弗提，嚟到去羅馬監獄嗰度去照顧保羅嘅起居飲食。但係佢嚟咗之後，佢病得非常之嚴重啊，令到腓立比教會嘅信徒非常之擔心，為到以巴弗提好擔心。於是保羅又差派佢身邊嘅提摩太同工，帶住一封嘅信去到腓立比教會，等佢哋能夠知道以巴弗提同埋保羅嘅消息。同埋提摩太亦都能夠將腓立比教會嘅消息帶翻嚟羅馬，等保羅呢個心可以得到安慰同埋鼓勵。保羅藉住提摩太同埋以巴弗提美好嘅見證，就係正正回應上文2章3至到4節。佢點樣講呢？佢話喺基督裏，只要心存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也要顧別人的事。保羅喺書信嘅裏邊好肯定呢兩位嘅同工，佢肯定呢兩位嘅同工，佢哋有謙卑同埋順服嘅態度。所以我相信喺佢哋兩個人嘅當中，係有好多屬靈嘅品格，係值得我哋一齊去學習嘅。而家就讓我哋嚟睇下經文嘅第一點。
第一點係講到關於提摩太佢嘅品格，其中嘅一樣就係以基督嘅事為首。經文嘅19至到21節，經文咁樣講：我靠主耶穌，希望很快能差提摩太去見你們，好讓我知道你們的事，而心裏得着安慰，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真正關懷你們的事，其他的人都求自己的事，並不求耶穌基督嘅事。經文一開首，保羅差派提摩太教會係靠住主耶穌。靠住主耶穌嘅意思就係佢嘅差派並唔係出於佢個人嘅意願，而係當中有上帝嘅旨意同埋帶領。提摩太就係保羅呼召佢喺佢保羅第二次嘅宣教旅程上面，同埋保羅一齊喺呢個腓立比嗰度去建立嘅呢一間嘅教會。所以咧，保羅同提摩太同埋腓立比教會嘅弟兄姊妹，佢哋嘅關係係非常之密切嘅。但係大家有冇諗過呢？保羅佢當時係坐緊監噶嘛？保羅可能將來佢亦都要面對死刑呢個判決噶。保羅自己都自身難保，佢點解仲有咁多嘅心力嚟到去關心咁遠嘅腓立比教會嘅呢？保羅咁樣做，佢究竟係合唔合理呢？我相信可能保羅寫呢封信嘅時候，可能咧當時腓立比都係發生咗啲事，而腓立比當時咧係正係面臨住內憂外患，佢哋內部有結黨有紛爭，而外部又正面臨住羅馬政府嘅迫害啊！保羅好驚佢哋喺信仰上面站立得唔夠穩定，所以就寫呢封信嚟到去鼓勵佢哋。由於當時保羅佢身喺羅馬嘅監獄，佢唔能夠親身嚟到去探訪佢哋腓立比教會嘅信徒，於是佢就差派提摩太帶住呢啲真實嘅關懷去到嗰度嚟到去關心佢哋，同埋亦都將腓立比教會嘅好消息帶返嚟，等保羅嘅心呢可以得到鼓勵。咁但係點解保羅喺佢認識咁多嘅信徒裏邊，個個都唔揀？點解偏偏淨係要揀提摩太呢？究竟提摩太有啲乜嘢嘅屬靈嘅品格係值得保羅嚟到去肯定同埋讚賞嘅呢？咁但係經文20節，保羅佢又咁樣話，因為我沒有別人與我同心，真正關懷你們嘅事。同埋保羅亦都講到佢差派提摩太另外嘅原因就係其他嘅人都求自己嘅事，並不求耶穌基督嘅事。除咗提摩太有好嘅屬靈品格，原來保羅呢，佢係身邊冇人同佢同心，冇人同佢一齊嚟到去願意去關心腓立比教會。當我哋聽到保羅呢兩句說話嘅時候，唔知大家有咩感受呢？你會唔會好感受到保羅佢內心嗰份嘅無助、嗰份嘅無奈同埋傷感呢？冇人同保羅能夠同心合意嚟到去關心腓立比教會啊！經文呢個嘅同心意思就係相等、靈魂相同，而真正嘅關懷嘅意思就係掛念同埋憂慮。唔知道我哋有冇曾經同你身邊嘅朋友或者家人、弟兄姊妹能夠可以有同心呢？唔知大家有冇踩過雙人單車呢？我就有踩過啦。踩雙人單車係要點㗎？梗係要兩個人要同心啦，係嘛？咁咧，前面嗰個人就望住前面嘅方向，後邊嗰個人都要一樣嘅喎，望住前邊嘅喎。大家嘅步伐都要好一致，咁架單車咧先至可以繼續向前行喎。如果唔係會點啊？一個望左邊，一個望右邊，一個又想踩去左邊，一個又想踩去右邊，嗰時嘅單車會點啊？係啊，會反過嚟，即係
即係佢哋兩個會跌落嚟啦嚇，架單車會反嚇。咁咧原來咧要同心真係唔容易嘅。而保羅呢度提到佢咧提到有提摩太同佢同心合意，一齊嚟到去關心腓立比嘅教會嘅事，就好似踩雙人單車咁，一個喺前面，一個喺後邊，佢哋有同一個嘅目標，同一個嘅心志，就係一齊嚟到去完成神所託付俾佢哋嘅工作。各位弟兄姊妹，唔知道大家喺侍奉嘅路上面有冇一位能夠同你一齊同心一齊分憂，同埋或者當你遇到困難嘅時候可以鼓勵你嘅弟兄姊妹呢？定係你喺生活上邊覺得自己已經好攰啦，又或者你覺得自己都老啦，我仲邊度有咁樣嘅時間、咁樣嘅心力、體力嚟到去關心其他嘅弟兄姊妹呢？坦白講返教會嘅人真係有好多，但係返嚟教會大家都係帶住唔同嘅目的。有啲呢真係返嚟好願意嚟到去委身嚟到服侍神，但係有啲返嚟可能佢覺得返教會只不過係佢生活其中嘅一個嘅部分，就係有一啲嘅活動啦，又或者返嚟係認識一啲嘅新朋友喎。唔知大家有冇咁嘅諗法呢？我呢就喺侍奉上面呢，我有時都會覺得有啲孤單嘅。有時呢，我想揾下人幫我手啦，點知有人又即係有弟兄姊妹又同我講話唔得啊！我最近好忙啊，我幫唔到你手。咁呢，我又再揾第二個啦。第二個又話：哎呀，我最近呢身體唔係好好啊，我都想休息下。咁我以為退休嗰啲可以都幫到手啦。大家估佢得唔得閒啊？唔得閒係嘛？佢仲忙過返工喎。係啊，又要湊孫啦，又要去旅行啦，好忙啊！揾嚟揾去都揾唔到一個人幫我手。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呢啲嘅感受，覺得好無奈呢？大家如果有嘅，都請你舉下手啊！有少部分，大部分都冇舉手，所以我深信元朗堂嘅弟兄姊妹都係好有愛心嘅。係啊，原來喺侍奉上面要揾到一個人能夠同你同心同行，真係唔容易。有時一個人要單打獨鬥嘅時候，可能我哋要面對好多嘅困難，有好多決定都要自己嚟到去承擔，都有時令到自己覺得好孤單，或者覺得好驚。但係保羅佢喺21節佢就咁講啦，其他嘅人都求自己嘅事，並不求耶穌基督嘅事。原來保羅佢身邊都係冇人同佢一齊嚟到去服侍，佢都係覺得點解嗰啲人會咁樣嘅呢？其他人究竟係指一啲咩嘅人呢？原來呢啲人就係好似有啲我剛才所講嘅嗰啲心懷異意、動機唔純正嘅人。佢哋趁住保羅坐緊監，於是佢哋就結黨同埋有紛爭。而第二班嘅人就係一啲對信仰好冷淡嘅信徒，佢哋知道咧要做主嘅門徒係要冒生命嘅危險，就好似保羅咁樣。但係佢哋唔願意咁樣去付出啊！佢哋只係掛住自己嘅利益，睇到自己嘅需要同埋生活嘅享樂。佢哋並唔願意去為到福音嚟到去付上代價。對保羅嚟講，面對一啲唔同心嘅人，佢都有好大嘅感觸。但係佢冇因為咁樣而去失去咗跟隨主嘅信心啊！因為佢見到上帝為佢預備咗有兩位好好嘅同工同佢一齊，呢兩位嘅同工就係提摩太同埋以巴弗提。佢見到呢兩位嘅同工能夠好忠心咁樣嚟到服侍主，好謙卑咁樣嚟到去服侍，以致呢保羅心裏邊覺得好安慰，因為佢哋可以同保羅佢哋一齊去到有住同一個嘅目標嚟到去服侍主。讓我哋再去睇下點解保羅要讚賞提摩太嘅原因。第二個嘅原因就係
佢嘅屬靈品格係佢嘅生命能夠經得起考驗。都讓我哋一齊嚟到去讀出22至到24節啊！但你們知道提摩太是經得起考驗的，他與我為了福音一同服侍，待我像兒子待父親一樣，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怎樣了結，我希望立刻差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不久也會去。喺經文一開首，大家見到有一個字係一個但字，但字係一個好關鍵嘅連接詞喎。佢呢個詞代表乜嘢呢？代表以下落嚟我講提摩太嘅品格，同剛才上邊所講其他嘅人嘅品格係啱啱嘅相反，造成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喎。咁我哋睇下保羅佢點樣形容提摩太。佢話提摩太係一個經得起考驗嘅人，經得起考驗喺新漢語譯本咧就翻譯為品格，喺和合本咧就翻譯為明正。而呢一個嘅詞語喺原文嘅意思就係代表住能夠經得起烈火嘅提煉、金屬純度嘅測試。換句話嚟講，提摩太佢嘅生命，佢係一個真金不怕紅爐火嘅生命。咁到底佢受到咩嘅考驗呢？讓我哋去睇下。原來喺生命能夠可以承受呢啲嘅考驗，佢咧第一咧就係佢能夠通過自私世代嘅考驗，即係佢身邊可能好多人都係掛住自己嘅事，唔尋求基督嘅事，但係佢仍然堅守住佢嘅信仰，能夠忠心咁樣嚟到跟隨主。而第二個佢經得起考驗，就係佢通過咗身體軟弱嘅考驗啊！唔知道大家認識提摩太有幾多呢？原來聖經話俾我哋聽，提摩太佢係長年都有胃痛嘅，即係佢成日都病，係嘛？佢其實成日都病，覺得唔舒服。其實佢可以同保羅咁樣講，老師，其實我成日都唔舒服啊！不如你差派第二個同工去腓立比教會啦，等我可以休息下，係嘛？係啊，我哋病係需要休息，但係提摩太佢冇咁樣做，佢冇咧將佢嘅健康嚟到當作係一個嘅藉口，佢咧係甘願被差派千山萬水咁樣去到腓立比教會嗰度，而佢咧更加視保羅係佢嘅父親。經文形容佢哋嘅關係就好似父子一樣，爸爸同個孩子一樣，佢哋嘅關係係好密切㗎。提摩太佢其實唔係保羅帶佢認識主嘅，大家知唔知道提摩太係邊個帶佢認識主㗎？係啊，提摩太係佢嘅外祖母同埋佢嘅媽媽友尼基帶佢信主㗎。佢從小就認識主耶穌。所以保羅帶住佢去宣教，喺屬靈嘅角度上面，保羅同樣都係好似佢嘅親人，好愛錫佢嘅親人，好似父親一樣。喺教會嘅裏邊，我哋都叫做弟兄姊妹啊。但係你有冇視弟兄姊妹好似你嘅家人咁樣呢？我哋喺教會嘅裏邊有冇好似家人嘅關係，互相嘅關心，大家彼此嘅相愛，能夠一齊嚟到去建立教會呢？好感恩喺元朗堂，神俾我見到一幅好靚嘅圖畫。今年我哋下個月啦，8月我哋就有太北短宣隊去到青來嗰度短宣。我哋一行人有25人，包括2位嘅何牧師同埋我。我哋咧都會去嗰度有8日嘅時間。我哋去短宣並唔係去旅行喎，我哋去到青來嗰間學校度服侍，我哋就要面對唔同嘅文化、唔同嘅生活，甚至喺冇冷氣嘅地方嚟到服侍，真係唔容易。但係如果唔係弟兄姊妹佢哋願意放低自己嘅安舒區嚟到去到嗰度地方服侍，我深信佢哋所擺上嘅，即係都係能夠可以祝福到嗰度嘅小朋友，
但係如果佢哋唔願意嘅，佢哋咧都係可以選擇嚟到去退出嘅。所以我哋見到呢班嘅弟兄姊妹，佢哋都係有住同一個服侍嘅心嚟到去為主嚟到去傳福音。雖然咧我知道當中有弟兄姊妹都唔能夠參加短宣，但係咧我知道你哋喺背後仍然係默默咁樣為到短宣隊嚟到去禱告。有弟兄姊妹雖然佢冇參加短宣隊啦，但係喺義賣嘅嗰日咧，佢都親手做咗好多好好食嘅泰北食物嚟到去幫助我哋籌款。唔知道大家有冇食過呢啲咁好食嘅義賣小食呢？有係嘛？我自己咧就全部都食過晒啦，我都覺得好好食喎。同埋咧，我見到弟兄姊妹唔單止食得開心啊，奉獻都奉獻得好開心喎。我見到咧大家咧好真係哇買好多嘅袋啦，係嘛？仲有防蚊手繩，目的咧都係好想將佢哋嘅心意嚟到去表達，能夠祝福到當地嘅小朋友。你哋所擺上嘅愛心同埋行動，正正就係實踐咗保羅嘅教導。我哋以福音為中心，大家能夠同心同行，互相嘅扶持，就好似一家人咁樣。我哋心連心，我哋大家都係記住大家嘅需要。弟兄姊妹，年輕嘅提摩太，佢冇因為路途嘅遙遠或者危險而係拒絕去腓立比教會。雖然佢身體係好軟弱啊，但係佢仍然靠住主俾佢嘅能力，勇敢咁樣踏出第一步，忠心完成保羅所交託佢嘅任務。佢侍奉嘅態度同埋佢敬畏神呢一種嘅心志，就好似佢個名一樣喎。大家知唔知道提摩太嘅名係點解啊？提摩太嘅名嘅意思就係榮耀神、敬畏神。提摩太佢唔係喺度尋求自己嘅利益，佢係將佢自己一生嚟到去擺上，嚟到去服侍主，一生嚟到榮耀神，嚟到去敬畏上帝。盼望我哋每一位嘅弟兄姊妹都能夠學效提摩太咁樣，能夠放低自己嘅方便，放低自己嘅利益，以耶穌基督嘅心為心，一齊去體貼耶穌基督嘅事。而最後呢度經文嘅23至到24節有一個嘅小結，就係保羅為到提摩太呢一趟嘅旅程，佢做咗一個充滿信心同埋盼望嘅屬靈總結。佢話佢能夠靠住主係充滿信心，佢知道佢將來審判嘅結果，佢一定係可以重獲自由，所以佢就先差派提摩太去到嗰度，同埋佢好有信心，佢將來自己咧都係可以親身去到腓立比教會嗰度嚟到去探訪弟兄姊妹。跟住落嚟，保羅又介紹咗另外嘅一位嘅同工，佢個名叫做以巴弗提，都讓我哋一齊嚟到去睇下第3點，以巴弗提佢係一個點樣嘅人？保羅對佢有好高度嘅評價。第3點就係關於以巴弗提，佢係一個會顧念其他人嘅需要，為到教會能夠可以甘願冒死嚟到侍奉嘅一位勇士。咁都讓我哋一齊讀出25至到30節啦。然而，我想必須差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他是我的弟兄、同工和戰友，是你們差遣來供應我需要的。他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極其難過，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他真的生病了，幾乎要死。然而神憐憫他，不但憐憫他，也憐憫我，免得我憂上加憂。所以我更要盡快送他回去，好讓你們再見到他而喜樂，我也可以減少憂愁。故此，你們要在主裏歡歡喜喜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因他為做基督的工作不顧性命，幾乎致死，為要補足你們供應我不夠的地方。
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6月19號我哋去咗邊個嘅地方呢？係啊，我哋去咗元朗大會堂有個嘅佈道會。我記得喺佈道會嗰度有一幕嘅話劇，就係講到嫲嫲做咗一個嘅缽仔糕。呢個缽仔糕叫做咩？多功能缽仔糕係咪？係啊，呢個缽仔糕咧好有功效㗎喎，可以維繫一家人嘅關係。同樣咧喺保羅呢一度嚇，以巴弗提俾保羅稱呼，可能亦都好似多功能缽仔糕咁樣。保羅點樣讚賞同埋稱呼佢呢？25節咁樣講。然而，我想必須差以巴弗提到你們那裏去，他是我的弟兄、同工和戰友，是你們差遣來供應我需要的。以巴弗提被保羅稱呼為弟兄、同工同埋戰友。保羅一連3口氣用咗3個嘅尊稱嚟到稱呼以巴弗提。弟兄就好似我哋有好親密嘅關係，家裏邊嘅兄弟姊妹或者教會嘅弟兄姊妹，一同工作，一齊係喺屬靈嘅道路上面一齊成為戰友。保羅去視以巴弗提係一個好重要嘅親密嘅夥伴，佢並唔係一個可有可無甚至係無足輕重嘅一個嘅信差。又或者係一個信差嚟到擺低一啲物資就即刻走咗去。以巴弗提絕對唔係一個咁樣嘅人，佢係能夠同保羅喺工作上面能夠同心同行，喺屬靈嘅戰場上一齊並肩作戰，成為生死之交。大家可以見到保羅同以巴弗提嘅關係係非常之緊密，非常之親密。佢哋做嘢唔係各自各，你有你做，我有我做，或者大家互不相干。佢哋係一齊向住目標嚟到去出發。當時腓立比教會知道保羅喺監獄裏邊缺乏人嚟照顧，於是就差派以巴弗提由呢個嘅腓立比將啲物資同埋奉獻帶到去羅馬監獄，同埋咧去照顧保羅。大家知唔知道腓立比教會距離呢個意大利嘅羅馬有幾遠呢？有成1300公里咁遠喎。1300公里有幾遠呢？就即係香港去到上海同埋或者北京咁遠喎。大家話遠唔遠啊？遠啊，係嘛？喺當時呢，我諗當時應該係冇高鐵嘅。亦都冇而家發達嘅交通工具，係嘛？即係啦。咁佢哋係點樣去嘅呢？佢哋好多時候都係靠雙腳去行路啦，或者喺途中要坐一啲木船。呢啲嘅木船呢，過海嘅時候都唔知會唔會遇到大風浪，係嘛？所以咧，佢哋嘅行程係好艱苦，同埋咧好危險㗎。雖然係面對住咁危險嘅艱巨嘅旅程，但係以巴弗提佢仍然係應承教會將啲嘅重任咧繼續去真係去堅持喎。咁咧佢咧去嗰度差唔多足足行咗1個至2個月嘅時間啊！大家話耐唔耐啊？用腳嚟行，行個幾月都幾辛苦係嘛？要行成1300幾公里。以巴弗提嚟到羅馬，佢唔單止係送上物資啊，佢更加留低嚟到照顧保羅嘅起居飲食。但係呢個艱巨嘅旅程，佢嚟到保羅嘅時候，卻係發生咗有件意外。咩意外呢？喺經文26至到28節咁樣講。他很想念你們眾人，並且極其難過，因為你們聽見他病了，他真的生病了，幾乎要死。而且神憐憫他，不但憐憫他，也憐憫我，免得我憂上加憂。所以我更要盡快送他回去，好讓你們再見到他而喜樂，我也可以減少憂愁。呢段說話係保羅所講嘅。按照人嘅思維當我哋全心全意為主去擺上，行咗咁多嘅路嚟到去服侍，點知去到嗰個地方就即刻病到啦，病到點樣啊？病到幾乎要死啊！如果你係以巴弗提，你會唔會有啲咩嘅感受呢？你會唔會覺得好委屈啊？
甚至乎你會埋怨上帝，埋怨神啊，點解我咁努力嚟到去服侍你？點解你會咁樣對我㗎？點解你要令到我真係病到幾乎要死呢？可能我哋喺侍奉上面遇到一啲嘅困難，我哋都會有咁樣嘅埋怨。但係我哋睇下以巴弗提，佢有冇去埋怨上帝？佢冇啊！佢唔單止冇埋怨自己，亦都冇埋怨上帝，佢更加去關心其他人。經文嗰度話以巴弗提極其難過，經文唔係講咗佢極其難過咯咩？點解你頭先話佢唔係啊？哦，原來佢唔係因為自己病到就嚟死而極其難過啊！佢係因為腓立比教會知道佢去到保羅嗰度病到就嚟要死，非常之擔心。佢知道腓立比教會嘅信徒為佢擔心而極其難過。喺剛才嘅引言我就講到啦，我哋好渴望嗰種有血有肉，能夠互相關心，能夠俾到愛嘅呢一種嘅情感。喺呢度我知道以巴弗提佢絕對唔係一個冷冰冰嘅 AI 公仔。AI 嘅機械人佢可能24小時可以提你食藥，提你瞓覺，但係佢唔能夠真正嚟到去關心你。你唔開心嘅時候，佢唔能夠感受到你呢一份嘅痛。佢同樣亦都未必能夠去為你冒住生命嘅危險。但係以巴弗提佢就唔同啦，佢病到幾乎要死，但係佢有住上帝，上帝因着上帝嘅恩典，令到佢可以完全嘅康復起嚟。雖然千山萬水咁樣由腓立比去到羅馬，結果自己都染咗病，爭啲就嚟死。按情理，佢能唔能夠完成上帝俾佢嘅工作啊？佢做得好唔好啊？有啲人岌頭，有啲又話唔係嘅。如果我哋按情理，佢真係唔能夠完成教會所託付佢嘅任務，佢係完全嘅失敗。但係保羅係咪咁樣嚟到睇佢呢？保羅唔係啊！保羅唔單止冇怪責佢，仲俾佢好高度嘅評價。保羅喺29至到30節咁樣對腓立比教會咁樣作出嘅吩咐，佢咁樣講：故此你們要在主裏歡歡喜喜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這樣的人，因他為做基督的工作不顧性命，幾乎致死，為要補足你們供應我不夠的地方。大家都留意下，呢度有兩個嘅動詞，接待同埋尊重。喺原文係一個命令式嘅動詞。接待可以解釋為接受、領受、歡迎嘅意思。尊重可以解釋為看為尊貴、有價值嘅意思。同埋呢一個嘅動詞係一個持續性嘅狀態，係咩意思呢？即係保羅吩咐腓立比教會嘅信徒去接待以巴弗提，唔係一次性象徵式咁樣嚟到去接待佢啊，而係要持續不斷咁樣嚟到去歡迎佢，嚟到去尊重佢，睇佢視為最寶貴。大家有冇留意另外嘅一個詞語？不顧性命。不顧性命喺原文度亦都係有一個賭博嘅術語。意思就係將自己嘅生命完全咁樣嚟到去押上，不顧一切咁樣押出去。以巴弗提為咗保羅，佢為咗完成教會所俾佢嘅一個嘅任務，佢甚至連自己呢條命都豁出去，完全嘅押上佢。保羅喺坐監嘅時候，人生最落魄嘅時候，能夠遇到以巴弗提呢一位咁好嘅同工，我深信對於保羅嚟講，亦都係一件非常之難得同埋感恩嘅事。所以保羅就吩咐腓立比教會嘅信徒，要喺主裏邊歡歡喜喜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呢一個人。我哋見到保羅佢冇因為腓立比教會
冇因為以巴弗提佢冇完成腓立比教會俾佢啲嘅任務，而係去怪責佢啊。佢亦都咧冇即係因為要以巴弗提病咗，要保羅自己都要去照顧翻佢，佢冇咁樣嚟到去即係去怪責呢個以巴弗提，佢反而係按住以巴弗提嘅忠心，佢嘅態度同埋對神嘅委身，而對佢有好高度嘅肯定。各位弟兄姊妹，聖經從來都冇記載過以巴弗提佢去到羅馬，佢起咗幾多間教會，佢建立咗幾多嘅弟兄姊妹，做咗幾多風光嘅偉績。聖經冇咁樣講。聖經呢度點樣講？聖經呢度話保羅勸勉，即係我哋係要去尊重呢啲人，尊重以巴弗提咁樣嘅人，因為佢能夠謙卑咁樣嚟到去服侍。雖然係好微小嘅工作，但係喺主嘅裏邊，喺主嘅眼裏邊，其實已經好珍貴。佢不顧性命冒死嚟到去完成任務，佢嘅態度就係足以令到我哋歷世歷代嚟到去尊重呢一個嘅人物以巴弗提。睇到以巴弗提嘅生命，都令我諗起20世紀有一位嘅宣教士，佢個名叫做吉姆艾洛特，唔知大家認唔認識佢呢？呢一位係一位好年輕嘅宣教士，佢20幾歲嘅時候就遠赴南美洲去到宣教。但係佢最尾因為傳福音，遇到當地嘅土匪，用一啲嘅長矛嚟到去刺死佢。佢為咗主而獻上咗自己嘅生命。但係喺佢嘅日記裏邊，佢留低一句好震撼世界嘅說話嚟到去鼓勵我哋。佢話：為得到那不會失去的，而付出那無法留住的，這樣嘅人絕不是傻瓜。我相信呢一位嘅宣教士喺我哋嘅眼裏邊，佢絕對唔係一位傻瓜。同樣，保羅對於提摩太同埋以巴弗提嘅評價，亦都係絕對唔係一個嘅傻瓜。佢係保羅一個親密嘅戰友，一個同工。但係好可惜，我哋喺我哋嘅現實世界裏邊，我哋都好中意用世界嘅價值觀嚟到去評估我哋身邊嘅人。我哋可能會睇下佢你有冇好嘅成績啊？做咗幾多嘢啊？又或者你嘅講道究竟悶唔悶啊？又或者你識唔識得帶查經㗎？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都用咗自己嘅價值觀，我哋嘅諗法嚟到去批評其他嘅人。但係保羅喺呢度話俾我哋聽，佢係以耶穌基督嘅眼光嚟到去睇弟兄姊妹。喺神嘅眼裏邊，唔係在乎我哋有幾多嘅表現，而係在乎我哋有冇耶穌基督憐憫人嘅心腸，有冇去愛我哋身邊嘅人，去關心佢哋嘅需要。當我哋聽完剛才嘅道，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嚟緊呢個星期或者將來，你又願唔願意為到主嚟到去作出改變呢？你有冇諗過走出你嘅孤單嘅圈子，你或者走出你嘅安舒區，返嚟教會嘅小組裏邊，同弟兄姊妹一齊嚟到分享自己喺神裏邊嘅恩典，一齊分享軟弱呢？你又願唔願意見到弟兄姊妹病嘅時候我哋咧都唔好再 send 呢啲emoji 嘅公仔，或者喺 WhatsApp 度發出呢啲嘅圖畫啦。不如我哋就直頭親身打個電話俾佢問候一下佢，甚至乎約佢出嚟飲個茶傾下偈，嚟到去關心佢呢。最後就係我哋願唔願意作耶穌基督嘅精兵，喺我哋嘅屋企或者係職場嘅裏邊放低自己嘅利益，而到去服侍其他人呢？喺教會裏邊，我哋會好忠心嘅去服侍，我哋會做司事或者做三福隊長，或者我哋都會去探訪弟兄姊妹，我哋都係為咗福音嘅緣故。我哋願意同牧師弟兄姊妹一齊並肩嘅去服侍，一齊去行呢一條天國嘅路。
各位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喺使徒保羅、提摩太同埋以巴弗提嘅生命嘅裏邊，我哋知道喺呢條屬靈嘅旅程上面，我哋好需要有同工、有同伴一齊同行，一齊互相嘅扶持。就好似使徒保羅咁樣，佢能夠以基督嘅心為心，能夠超越自我嘅限制，睇到遠方腓立比教會嘅需要，實踐咗主耶穌基督捨己順服嘅精神。第二就係提摩太，佢有經得起考驗嘅生命。佢喺呢個自私嘅世代裏邊，佢冇求自己嘅益處，冇將自己嘅軟弱成為藉口，佢只係求基督嘅事。而第三個以巴弗提，佢係一個好顧念教會嘅弟兄，佢甚至不顧自己嘅性命嚟到服侍，用真實嘅生命同弟兄姊妹同行。盼望我哋每一個都能夠以耶穌基督嘅心為心，唔好求自己嘅利益，而係同我哋弟兄姊妹、我哋嘅家人朋友一齊同心同行嚟到活出主嘅愛。讓我哋一齊同心低頭嘅禱告啊！親愛天父上帝，我哋滿心感恩讚美你，感謝你對我哋嘅教導。主呢，我哋能夠愛，因為神你先愛我哋。但係好多時候我哋都唔識得去愛我哋身邊嘅人，我哋會自私，我哋會嫉妒。求主你都教我哋能夠有一顆謙卑順服嘅心嚟到去跟隨你，讓我哋都能夠可以被你去潔淨，能夠有個清潔嘅良心嚟到服侍。主呢，都求你幫助我哋能夠睇到別人比自己強，唔好單單顧念自己嘅事，而係顧念其他人嘅事。主呢，亦都求你幫助我哋學校提摩太同埋以巴弗提，讓我哋都能夠活出同基督相稱嘅生命，能夠同弟兄姊妹、同工、牧師一齊並肩同行，因為你就係我哋嘅倚靠同埋力量。我哋獻上感恩，感謝主你垂聽我哋嘅禱告，祈禱交託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禱告，阿門。